年前跟王府领位，走起他扫王他，怎么鼻子也把心。
今日里黄埔元帅开前会。万岁！一人之间，可否为京师的都元帅统领御林军，保护圣驾？希万岁，丞相李俊勇，元帅王虎少啊，天外儿子。快宣，快宣！万岁有旨，宣丞相李俊勇，元帅王虎少啊，少年臣领旨。王副元帅，你当了省长，立了大功，朕赐你御酒庆功。谢万岁！有劳丞相陪朕把盏。遵旨，把盏。
谢恩。谢万岁美君。王夫元帅，朕还要赐你芒宝虐待。启万岁，臣不要芒宝虐待。不要芒宝虐待，那你要什么？曾有万岁私臣一道诏书，一道诏书，要他何用？用他早些为众人，请加他小弟不可自用。众臣罪了，不可自用，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万岁！那孟子元虽以启程为境，虽3年牢狱不应顺平，故而不能采取同意。原来是此啊！丞相，此事就问请丞相复查周旋。真是啊！王副元帅，忠正虽远，理当昭信。将军有功，不可负伤。朕诏赐你芒帽虐待，我要加封你为提督元帅之责。万岁，臣不要封国。啊！这世上竟有封国而不要的，这又为什么？啊，万岁，一臣快啊！元帅臣母亲苦惜他元帅贫苦黑乱弄，咋能封官有此婚？岂不是金银上
岁，向那莽众多，虽为豪杰，算生兵则将预备救命，故而曾愿将其之过，则他自裁。丞相，你看此理可行吗？万岁。我要加封你为忠孝王。买了！方才绯闻已有万岁赐婚，国丈为媒，小女许配了王普将军，这怎么又冒出来一个有妇呢？是啊，王普元帅，万岁今天赐婚，这乃是锦上添花，喜上加喜，万不愧为贤呐！二位大人，小的是与莽家小姐定有婚呀，实是万万不能另聘他人哦。说得好，说得好哦！啊，太师，你为何如此高兴啊？万岁，老身闻得那莽里君哦，就那碧月虚花冒金城。金星许可谁有生？元帅自怜必和天作证，那才是锦上添花万早成。此言差矣。莽里君你是太神女，怎有万岁气死后？那莽家远有一当兵，这万人之女从何人？就算不是太神女，这仙道去有大人命。远远见到分明不在，不枉法分明有才。不在，有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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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等休要争吵，这有才无才嘛？万岁！我请丞相指教。万岁，臣粉饰从前有一个空门弟子，名唤曾生。他父母每次举棒当他是小棒当岳飞，大棒当陶僧。他父母问他这是为何，曾生得道：小棒当不为忧伤，大棒当可是要把涉江孩儿等
要比他们都知，孟丽君测不到之，岂必要加重朝廷的顾错？小子事情，大梦可受，忠臣事君，远有可道。此内心悲深沉，是以虚应也。哎呀，丞相不愧不要多才，今日石鼓冷静，怎么也必呀？啊！那孟丽君不但道德不仁，完全道德好，道德好，还有道德好啊！是此说来，那孟丽君月月仙道，确是无才，好，无才呀！谢我呀，万岁！孟丽君有在无在都理他，我女儿方在一宿王夫家，君不喜也从不理，王万岁曾见这对平地花。万岁！孟丽君有在无才一名多，我与他早结丝罗原来家，少我辞掉孟丽君，有女天仙我也不去啊。这么去有情有义，应该连孟家。这么去是应该连两家。孟家，孟家。二旦休要闹喳喳，是今是两个女子路回家，这有趣的婚事。万岁！我真发了。你这个主意，可要操得体恤神意哟。丞相啊，你这个主意可要趁着厉害哟。你这个主意不怪少梁大人他们终身大事。丞相，你这个主意可要拿得好啊。因此，这不关系到有生的终身大事。这个主意不知不好啊！让我再仔细地想一想吧。君人承诺是一难，这变化是我发福堂。西方多情与多义，偏真情有呀。至今我屡拜鸾堂，有欺君才，这机灵奸虚成王。王太儿呀，今年能过4风云，皆因为我前往未曾救过他，上一上迎凤太儿亲手打，曾经见头上万须接住他。万岁！一臣之见，王婆永山与他孟家有婚约在先，是有孟丽君永山，你该与他成亲。那要是没有孟丽君呢？
要是没有忙丽君们，那时常给予是女小姐澄清哦。是，这可万万使不得啊！哎，丞相旨意公平，元帅不容多变。只是这孟丽君究竟在哪里呢？我看那孟丽君到底在不在呀？只有天晓得喽！万岁！臣愿弃官寻找孟丽君，哪怕随便天涯海角，我也要把她找到。那要是他一年不见，我就揍他1年10年不见，揍他10年，那要是他一辈子也不见你，我就揍他1辈子。有情有义呀，真是岂有此理！依我看，孟丽君不用去找，不用去找。只要朝廷统领国府专员张天王榜上面孟丽君潜逃之罪，命他投案死死，也随死了啊！哎，那要是他一辈子也不来投案自首，难道要我女儿等他一辈子吗？哎，这太过寒季嘛！韩季多久？寒季1月，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我看韩季1年。太长3个月，太多了，有朕主旨，韩季100天。万岁！哎呀，退朝！这下你可还苦了我啊！元帅对此话怎讲？想我与孟丽君早有黑丝山盟，生则同亲，死则同욕。他若不能自己归来，难道要我欺负良家小姐成亲不成？元帅不必担心，王榜一出，天下见之，那孟丽君岂为不闻不闻？更何况他对你如此多情多女，岂能不想与你早结花烛之礼呀？我是怕他只身见到举目无亲，度日是你有心思问，他会不会早已不在生死了啊？父母自愿必生，乱梦自愿必成，他不会死去。莫非你有他的消息吗？是有消息叮咚咚告，元帅你等待驾临。等待驾临。忠心
像那李丞相，哦，还是李丞相想你。究竟是你们两个恰似相像，哦，还是你就是李丞相啊？你真把我捉弄的好可也。曾想他对我话中语。
来，母亲请坐。儿啊，就医司信已经送去，丞相说即刻是到。好，这就好了啊！儿啊，你说丞相就是孟丽君，可是据为父所知，丞相家中早有妻室了你。总有气色，怕也是眼神耳目。弟弟不行 ，no， 这是孟丽君生我的此娃下。相啊！这画像，跟我那天我看过病的丞相一模一样。老爷，你来看，弟弟请看。恰与相像之处。好，那稍是丞相到此，我们就凭这张画进去审他。哎呀，夫人啊！想这天下容貌相似的人多，更何况……我说老爷呀，你与丞相3年同朝，难道还分不清是男是女？我看你呀，真是个老糊涂。夫人啊，我可不能像你这样莽上。我说你糊涂，我说你莽上，你糊涂，你莽上，你莽上。你的母亲不要吵了。收拾丞相也到，凭此分享。丞相到。他果然来了！你这个病人，你个怕难的。
瓶中的丝袜确实是精致的很呐。哎呀，是啊，是啊。说不定还是钟小王亲手书写、亲手书画的呢。对呀，对呀。我们就在这里等候钟小王。呀！不知丞相驾到，老夫有失远迎，失礼啊，是失礼。哪里，老员中不知钟小王的病体怎样了？小儿他他说病倒。哎呀，儿啦，是丞相为你快病来了。是恩师来了，恩师，你可要救我的命啊！请丞相按马。下官我要到后堂为丞相设老宴。员中不用客气了。应该。钟小王，伸手过来，我来替你按马。恩师，我生的是什么病啊？你呀，生的乃是急性病。急性病？只怕是光火太旺了吧？这怕是营养失调吧？此病不要紧，数日以后迎蒙太后受大，太后受大以后怎么样？包括延期心旷神怡呀！你呀喏，此样能将心舒气，急躁。有生的病，岂能长夜宿阴嘛？这样下恐怕用不得了啊！用法当教时候是。恩师，实不相瞒，我生的乃是司马平是啊，所有属实，也有属盲，司盲病，司盲病。不，我的病乃是为你。乃是为他而起的呀！你的病乃是为他而起的。是啊。恩师请客，这是忙里今生我的丝袜下。这是孟丽君的丝袜子。那我倒要仔细地看上一看了。画得好是画得好啊。画得像
是画得像啊！嘿嘿，我说是画得十分好哦。哎，我说是画得十分像啊！啊啊啊啊啊！他有一对呀，我有心再把情话讲。恩师啊，我菩萨啊，与马邻居，早就还是山盟定我云溪，你当这样为是我是你小弟，可是不闻不亲可惜是王房天策三月多，毕竟他对我路真相。恩师啊，你引进中后佳音，真乃是画饼不能充饥肠。云溪呀，好风来是同台上，青云一路送人长，离他有情人总能成眷属，你无需交草不用花。如今是哈风一领红波长，只怕他做了高官，把囚禁忘。我为他天天看图等佳音，我为他夜夜思梦梦难长，一片真心为天表，无动于衷为哪吒。他那里字字句句诉衷情，我这里方方层层句为他情凄凄为我思念长，他恨深深怨我旧情忘，他双缕缕雨中带刺挖苦此眼我万千苦颂他前不
情，你不体心在领杀生活，3年来你为平瓦落，先家园时常有因，万不得已你才有错，更何况你我两家功劳大，何惧万岁保娘苦。唐朝真要尽才，红为难，莫是胡桃遇到苦。李军啊，要是万岁私婚两家女，这桃花是我去对付。马上开天地道，你欠我有余再好多，你家再把自君护，你不生。破情挂你儿清澈明日景，想必他你的心事早知了。你看他
父亲无需去作用呀，就此告辞。丞相，哎，丞相，哎，老爷，哎呀，母亲，都是你呀！离去，老爷，都是你呀！哎呦，老爷，金家万岁，万岁！众卿平身，赐送谢万岁！万岁！今天发生计划，历届孟丽君得万世生，望万岁赐婚小女与钟小王，今日完婚。对，立即成亲。哎，慢嘞！既然孟家有婚呀在先，那钟小王又比孟丽君不娶，我看这个讲可以放宽，不能放宽。可以放宽，不能放宽，可以放宽，不能放宽，可以放宽，可以放宽，怎么又吵起来了？此事当时候出才嘛？请听丞相指教。此事我算是草女这里在我狂人光看起是当平风需要你上诉这许心焦急更需你君扫王心里中当时上人内心的一颗根因更聪明却因为少无交叉似乎的情况有变在顷刻中，孟丽君得万世生。那孟丽君不是来了吗？选万岁有旨，选孟丽君长年。领旨。
起头来。固然你勇不凡呐！ 7万岁，此乃是假莽立军。他是假莽立军，毕竟身份怎能断定真假？丞相高见，得朕问来。孙子啊，你这小女子家世何方，姓甚名谁，一定讲来。丞相用兵。 从马公完杀，他为我直到上书落人哎，左边来有八横山，百姓可问我老公的。宋小王，这小女子可是对大是有哦。此乃移花接木，假乱真，有子有言，恰无跟我。什么有子无根？你快仔细的审查一审啊！不用审，不用审。你为何不审我？见了真的不能说真的，见了假的，难道要我说他是真的不成？万岁，既然周小王是有假，恐怕这其中恰是有诈。万岁，这小女子说道，字字有根，句句有凭，岂能轻易设假？稍按小女子所言，句句有根有据，那这桩婚姻真是当成亲。万岁他曾经儿子情长心得更久千金城我这里情得一
万岁！那奏忙一句，他走球来了。啊，他在哪里？是啊，他在哪里？他在哪里？什么？这是忙里举成我的死娃像。这瓦匠虽好，总不能叫瓦匠与你成亲哦。万岁，要是瓦中人才呢，那朕立即与你赐婚成亲，绝不惜言出是善。好，请万岁恩图所记，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此题，我说钟小王啊，你的品到底好了没有呀？万岁，我的病早就好了。恐怕未必。你来看，这金帖之上分明多是乱字，而莽丽君好个女子，你恰说她亲在眼前，这不是痴人什梦吗？万岁，这金庭之上衣冠照说，确系乱字，可是其中有一位大人欠家国之罪，不得有女扮乱葬。你听朕讲，有位大人女扮乱葬，竟有这等事，那朕倒要一一审视了。沉默西
究竟与殿上哪一位大臣容貌相像哦？容貌相像似房东，我女不能从，一定是宋孝王心思生惶惑，相遇不相乱配说得对，说得对呀！真言是这女扮男造，绝无其事，绝无其事啊！万岁，方才你已经分明宽察。万岁，他那少宗大人真有女扮乱造，人国犯令斩不杀。不，只要万岁杀他夫妻，万里军兵可他下草不满他红枣。万岁，你就承接我们夫妻团圆吧。你还要此生什么？你太放肆了！万岁，你莽莽苍苍，颠颠倒倒，难道不是大呼降临？啊，万岁，年我言气有病在身，口不应心，用他知错改过，悔过自新。好，看在李清门上，少判这一次。谢万岁。万岁啊！这事情又是花样，又是女子，究竟谁真谁假？倒真叫人越辩越糊涂了啊！七万岁，遇难众多，忙之远，平用贵，已在府门外儿子。真巧，真巧，一个不糊涂的人来了，快宣！万岁子，宣忙之远朝你，臣领儿子。远奏是官府中。云山雾臣忙之远，请将不忘万岁，必生谢万岁。啊，芒中东，快来请姑为你招贤明远的李丞相。李丞相，你是谁呀？我是你女儿李君呀。是我李君。不对，你生出神了吧？哎呀，弟弟，几年不见，你怎么连亲生女儿都不认识了？是啊是啊，要不是今你女儿已是个他人了，只怕面对面都认不出来了。好像也许啊，难道你也说她是我女儿？要不你的女儿啊，芒中东，这位小女子自称是孟丽君，所说之言句句是真是假，你快快上前审过亲生啊！忙中东，李丞相。上言他
迎娶年婚花，万日盼儿有着文具，也许他自己有名句，忙中东，万岁他深深垂我真情深，看却今日自己主张，我生女儿还需呀三思而已。别人用家家女，我乃是用啦。阿妈公公，难道生的脸才是你的女儿都生不出来了？他曾用神像分为母亲生。如果小弟生来离经之后，你可不能沦生他乡。忙中东，你快生！听子与君也为难的。倒不是我不识家来，不识真。万岁！是老人体质有病，耳聋眼花，实在是神不测，神不测。万岁，既然真假难辨，用微臣把这小女子带回府去，仔细再审。好，此案就叫丞相发落。真子，万岁，这女扮暖章之事，你摆断招，诚所虚妄，谁在无言，立斩不杀啊！退朝。你再仔细地看看，我为什么不是忙里君？我要不是忙里君，你早些与那两家小姐拜当成亲了。到那时，我看你呀，真生得了。哼！凡岁子选李人祥即刻进宫空上公事。凡岁子选李人祥即刻进宫空上公事。凡岁子选李人祥即刻进宫空上公事。
红袖插，父子草木杂有情，真理须诚心当地。去跳动，他叔叔淡淡瓦帐风，我推一走路三分云，看他运用我造家工，丞相啊，请问才是人长期风。难做音啊！命有父子空造成，云把三清天有意啊！将身作题地无呀！万丈深潭就与我似乎下钩啊！千人峭壁，全桥子，其早为退呀！离情才华过程中，虚件事只求君从。我上门有此也难从，定是官方定过好之痛。我会不离骚非自杀，阿里青。哎呀呀，真个玉花终来人变不差，阿里青。李青来此一时桥段，你我骑马过桥啊！李青不管，得真来扶你上桥。弟臣死记长脚。好，好，请。
小子不骑马，因此我长久下马缰绳。哦，是此你我下马而迎啊！多谢万岁。李青请。陈宝驹把家一路长子兄，举万四位故子婿，故事比了先死去。哎，故事无妨明日了理，少时你我同往天相关，君臣同饮一盅是何啊？万岁，卿上再说不去，朕真的要生气了。万岁，来呀，有远中张灯，拜驾天相关。李青，随我来呀！坐。不，万岁，微臣怎可与万岁同坐？是啊，这个所谓平生乃是王与娘娘所说，可惜他不配呀。他应该把这个所谓娘出来，娘接你丞相。万岁，你有实笑啊！来，请坐，请坐。此次告诉了。为卿才高八斗，赠敬你一杯。
请忠心可嘉，再敬一杯。李清，李清啊！深夜旁。人报你信，怪不得元帅为你开笑问，就是故爱你才冒言同心，愿与情人是上话长久愿与情，杀过人尽感亲近，愿与情空张乾坤立朝政，愿与情时时刻刻不离身，正与情啊，君念心系天相关，自己君臣同他人争。万岁！想一人守王家，从永之恩。长日里兵中心，保佑朝廷，不知为顺从。少年得志，杀人急，杀人多，风不提升。实见朝中有怨气，蒙君生命朝不分，今夜闪烁天相国，无功非你必同生。因你君人我礼，儿子下国没道理，为国为君为民臣，万岁！在四川的荣幸，关键就从军里，是为人好容易风流城里困孤军，岂关心莲花射箭欲排城，几经余为单刀神。掌握军威征讨军，
相，小君臣同子而生，同他而人，是故有之。先有光武之灵，后有刘备孔明，千古佳话传到世间。你为何推三托四，怕这怕那，为要挂身？万岁！莫非你真是群才红万岁，你此话何意呀？万岁，你这件将与不信呀？为什么夜来有时为天王？君王侧衣人一缕，下过何以无丞相？即使此母子的寡宝，是官是朝廷家为领下。哎呀！丞相，真不过是句笑话，何必当真理？好，既然请不愿动他，那你我就到内上，秉着长弹到天明。这情总不该太日了吧？万岁，请。万岁，万岁，万岁！喜万岁，娘娘驾临天相馆。就有这等事，关上大门。哦，娘娘已经大门。哎呀，关上儿门。哦，既然娘娘驾到，必曾更应高抬。且慢，娘娘未经宣召，她不能前来。再说她就是来了，也只有娘娘娘丞相，哪有叫丞相娘她的？万岁，娘娘驾到！他果然来了！万岁！哎呀，这个丞相。老弟弟的消息朝中出进门，丞相府与报纸，君臣与上林。查报中是风流事，枉为我朝阳宫中的臣。万岁圣安。自动到此作证。奉他万岁在此上月，故儿得来恭陪。朕不用你陪，臣妾不管不陪，朕要你为公。臣妾不想为公。好，多谢娘娘深情满意，此所。谢所。既然叩见娘娘千岁，丞相睡不着，快回府去吧。谢娘娘千岁。朕还有故事要与丞相商量呢。哎呀，万岁，故是明日早早在你，也不是啊。哎呀，这是朝廷之事，谁要你来多管，你就回宫去。丞相，喜万岁，丞相府永不来报，相府特乱失户，请丞相速速回去。娘娘，这便是时候。丞相快回府去吧。谢娘娘千岁。
我的老哥哥，这相夫守护之事不可小看。是啊，是啊。并配李丞相接见。他果然来了，宣是李丞相觐见。臣领旨。臣李君勇恭请太后审案。平身。谢太后。老太师安好。丞相安好，请坐。丞相一早进宫，有何要事？太后。司礼人冒昧就见来恭喜，本儿头堂女。昔年我一病康复，小把病，丞相你妙手为臣。提前送寿礼，先生我亲手描绘观世音。先生你哀家最近观世你故宫人何来这问人体贴的叶若心？司礼人才疏大义常思见，房太看师母实是离身。3年来常听人话也相能，今出此言为何意？是啊，莫非贵寿皇相夫守护之事啊？守护平日是皇相夫守近人，本丞相府中何受亲？此乃是马王守护家人不争，衣裳须记请客伶俐。这衣裳须请莫小看，幸福不成家难安。今王意外莫所与，方承恩相且早消灭这妻不冤。今日此夜我领家光前太师来奉告，守护是
人岂可在？下官心中早明了，这是相夫失虎，是王下一老太师把心操，查知宫里有失臣，这今天瓦下乱钢平，黑乱南京火在上。古人说惜字手长，见识短，我岂能为小苦石太太？丞相啊，难得你精心修看审问。老太师作为家，难为今人明察秋毫，明察秋毫。太后明察秋毫，此乃王年之福。太后千岁，千岁。臣这里有陈经走上一道，尊称太后，请太后审顿。使臣先请高台，请便。谢太后。臣因父母不愿华夏北部，因此通信接受你们电议。先生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臣才不过身为女子。快你！臣才不过身为女子，从此贵个头本事多，立志为卿献冤，为国争威。可不万岁，不肯就此罢手。那就把案子放到明次来，来他一个御前为甚？御前为甚？哈哈哈哈哈！
闹于世，叫天子岂肯罢许？十千银菩萨教育，快与心灵为生，巧真对呀！有一番较量，风雨震碎，风雨震碎。万岁！万岁！给圣安啦！来呀，带亲万忙里去，带亲万忙里君上天。万岁！抬起头来，接力起，自用一心言自头，八百不美不生衰。弥撒朝云光神医，何苦尽奏见下去？哪里去？啊！花开常在花枝头，讲真是肯爬去。啊，万岁神啊！神啊！万岁！问啊！问啊！万岁！万岁！哎，哦，都忙里去！寡人一向视你为姑姑，举你做栋梁，不想你竟是女扮男装，欺瞒君王。你真是辜负了寡人对你的一片心啊！嘘，嘘，来呀！将忙里去，暂且一下。骑马。请问万岁，今天可是御前为生？是啊，既是御前为生，为何也不生而不问啊？这不生不问，这问是何破，又是何多呢？哦，那以丞相之见呢？
好好，你们生，你们问。哎呀，轻敌！下跪后生，孟丽君，以先世后生，孟丽君，大胆！你既说以前是孟丽君，那丽君哟究竟是后生？孟丽君本是我真心，那丽君哟乃是我家明君。你女扮乱章谁知是？花木兰是我知谁？大胆！你竟光用一个私了的故事来戏弄老夫，难道你不怕谁让嫁谁吗？哎，国上，他既然说的有名有姓，那就给问下去嘛。孟丽君，你说花木兰是你的知识生，这是何意呀？老太师。花木兰，女扮乱纱服边关，孟丽君要扮我来须眉花，木兰陪我去从军，丽君为我远发，木兰回顾开阔，丽君接我因为娃，木兰今把做丽君心不飞度，为生命路叹一样是家有结果难，当人姑娘到你家，为什么木兰是女是民多，丽君有家不能把为什么当年木兰受出血，今日丽君成就怕，要爱望家莫能打，大风早有人把那宁愿将门进到，卷情人送与来，安岁生意因故因上大可结果必尽，举一反三。国长，这桩冤案还有你的份。突然不成我所料，是老身野蛮无度，上了绑着之道，此人粗心大意呀！万岁！还不用我下去？王丽君女扮乱章，少了纲章，必须撵惩。啊，万岁！孟丽君在朝3年，忠心耿耿，劳苦功高，堪称中人孝女，理应嘉奖。孟丽君无日不记，欺君惑众，理当斩首。嘉奖，斩首，嘉奖，斩首，嘉奖！他是要将将，他刀当斩首，天上有大人，后宫有魔后，盼中了门不义真怜惜，办清了真的夙愿何以成？遇到是只要无名与财，何曾没曾想
万岁！此案就由朕来公平裁审。孟丽君，你女扮男装，本应文章。念你3年执政有功，辅助君王有德，从宽发落，革去丞相之责，变为公人。虽在王宫之内，是不？万岁！啊，是望太儿终身。来呀，将孟丽君押进内宫。王婆少娃为报孟丽君恳求上殿见驾。报7万岁，孟子女为报孟丽君恳求上殿见驾。谁敢为之这罪，停战不上，退朝。且慢！臣王菩萨娃冒死见驾。你难道真的不怕杀头吗？臣要命王家生死二字从未放在心上。寡人稍许传旨下去，谁敢为之这罪，停战不少。须知君无戏言啊！既是君无戏言，万岁事情早就杀了孟丽君，为我今日将她留在宫中。今日是今日，当初是当初。万岁！哎呀，将他绑了！太驾两旁退下。母孩儿身为九五之尊，三宫六院，天经地义呀。我可是不哭不哭啊！李昭皇帝可以，为什么孩儿我就不哭呢？别家女子诚意挑选，必与他们。别家女子岂能与那孟丽君相比？孩儿非要这个孟丽君不哭。王儿啊，你身居王位，扎龙袍，举足轻松可自当。劝王儿修人心，莫为小屈身。想一想，煞非他两家换马公，岂则国泰民安风雨调？公鸡当应恩泽报，故岂能就插脚？将心比心不成心，这特气之爽，才也成不了。王儿啊，君子传，臣子随，张乾坤，所知随心图文草，更何况在这之所能否？天高不算
愿为你要心配巧。不要这股那股了，江上为荣，国日为他。一家一人忙里就为你女儿今日在今年赐他完婚。哎呀，母！好好好，一起做媒吃一半。全场传旨。是，万岁今年赐婚，